续到日上三竿。衬衫滴上油了，洗不掉了吧？衬衫就放心交给我好了。你也是，你就把你自己安心交给我就行。醒了？我还说叫你起床呢。换个地方睡不好，醒得早。还不错吧？温医生手艺也不错嘛，不过这衬衫面积太小，不够你绣的。哦，回头我告诉爷爷，就说你手痒，想再绣一副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啊，你敢？开玩笑的。这花叫什么？别管这花叫什么了，只要你穿着这身衣服去给爷爷奶奶拜年，他们肯定会很高兴。到底叫什么？肉桂，肉桂。不是调料吗？差不多吧。肉桂的嫩枝呢，是一味中药。桂枝，桂枝可是个好东西。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开篇第一方就是桂枝汤，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方，知道了吗？哦，肉桂天下第一方，还挺有意思。等一下啊，差点被你带偏。我不是说它不好啊，可是为什么我穿着它，爷爷奶奶就会开心？桂枝嘛，开了花就得结果，果实叫桂子，寓意好。桂子，寓意好。桂子，桂子，找到桂子了。我要换了它。哎，呀！不是挺好看的吗？换什么呀？你说呢？温柔，你给我站住！喂，有话好说，我又不是祖国的花骨朵，你叫我干嘛呀？你宁愿只有老九叫赤吻，你还送我，我上网查过了。吃完怎么了？赤吻蠢啊！行了，不欺负你了，你赶紧换身衣服，我们拜年拿大红包了。还有红包？有大红包。但是我们家拜年是要说吉祥话的，你行吗？嗯。